我一边来追我。妈妈说不能爬，我妈妈说我们不能玩。有人在照相机，我姐跟我来，有人在照相。小青爸爸。共计下，历系史题，主攻主破，财列家乡，同时各位，北系福音城子孙各齊來，以辦三星酒地風光米飯。結論水平，能飲出平安當場係苦中來大家熱眼熱土嘅數目之氣來強調商品供給以及有才刺激。活動冇才刺激，同時是各位主攻主炮早期籌備來先搞前面各方面嘅議論去輔助基本經營了是強烈先到前面各位主攻主炮早期籌備議論去輔助酒來定目前去早期籌備相對一為主攻主炮看見下草看見地球各位主攻主炮基本上啦各方面嘅議論信心到嚟項目，希望各國嘅主攻主馬，比如各方面嘅所以事業之春陰紅節強烈慢慢享受慢慢來學這個亂跑啊，跟你講。表演一下啊！Sun Beach。不是要说耶，要这样子啊，要这样。我相信这是真的，我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耶！我知道这都是真的，我是相信它是真的。你期末吗？期末黄金何处找寻？好了，特谢。
没有到了，老公。一两给我嘛，一不一边，拿一下，一不拿一下，一不拿一下，一不拿一下，一家嘛，一家，拿一下，过来，一斤过来。等一下，小只先，来，小只先，4只的。真的，说谎的人哈，你手伸进去，它会咔嚓咔嚓哦。你如果有说谎，伸进去它会咔嚓。爸爸没有说谎，它不会咔嚓咔嚓。你有没有说谎？拿你伸进去看看。所以讲模式对呀，俺考虑重的了。因为要不呢，你到放眼追求来检查，你的是爱安排，可能是会安排。所以这样讲，所以俺考虑啊，讲我那个很快才他决定，看到，哎呦，吹起来，哎呦，你来对的哈，你要还蛮快哦。他过了呢，很快就就改结婚。这样么啊？这样让俺从对啊，金是会。金是会当期节了，你要把这两变给到了，好，爱金是，该给俺上嘛台摆酒。两条啊，太重要啊！好，总顺。
迄个叫武大天吧，我讲武大个咧。你冇講咧，啱點解中間收到時間有嚟中間啊？那中間啊，全部人上。那對女上，還有堂度做先，第時先，還是點解先？係啊，還是門，還是門上。可以。下来。我老公正啊，打来打去，我直接结婚啦。出来。安婷，安婷。哎呀，我个是我嘛甲西红书。啊。对啊。我来甲照片的啦，人来都我煮的啦，人来啦，煮好几，煮好几啦。啊，我来就没啥搞。我不是煮来就甲西红书。哎呦，过来。
这这结果了，我打一下。我起码你同我你学生啊，该打工，加不快了，工资带，哦，范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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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你照看看。范婷，反过来。杨丽，哎，婉婷怎么丢进去了？哎。好冷啊！什么？什么？什么？好棒啊！这么多新车啊！现在全单看的是，卖多少钱？范婷。婉婷，婉婷，婉婷。什么表演？
舀水，舀水，不是吃了，舀水，赶快再舀，跟爸爸一样，这样舀水。会痛痛，我跟你说。对，舀水，哎，还舀出来，哎，再舀一次，舀给妈妈看。不对呀、不是这样舀，看爸爸教你怎么舀。对，这样舀。你看。有没有？哎，谁吃？来，爸爸说好了呢。1、2、3，啊！背给爸爸看啊，棒棒兔。妈妈吃。好的呢。好，妹妹背着，唱妹妹背着，赶快。好，那你抱着，抱着。好，那抱给妈妈看，啊，抱给妈妈。好，唱歌。你背那么多个干什么？你要抱那么多个啊？是不是？你唱歌给妈妈听，赶快。好呢。你要唱什么歌？来，拿去那边。那里会做什么？啊，小熊熊要吃奶奶了。你没有唱妹妹背着。好，谁跌倒了？你拿给小熊熊看好不好？看婉婷的。哇，放好。那是谁？你要拿给小熊熊看。你在做什么？跟爸爸比3岁给爸爸看，3岁。你几岁？3岁。怎么比？3岁了。3岁，这样4岁了啦。3岁。啊，对。这里压着就好，好了，到3岁。哎，对，3岁。好。你叫什么名字？嘴巴拿下来，也不是嘴嘴拿下来。你叫什么名字啦？38号，你叫温婉婷。爸爸叫什么名字？嘴嘴拿下来讲话。爸爸叫什么名字？爸爸啦。妈妈嘞？对啊，你叫什么？叫什么名字？你说我叫温婉婷。你好，温婉婷，那住在哪里？几号？8号。几楼？1楼。你几岁？
3岁。比给爸爸看，这样子。这样子叫3岁，现在是3岁，这样子，对不对？有没有跟爸爸一样？1、2、3。肯定数到20，赶快。1，嘴嘴拿下来。2、3、4。这样好不好？不对。嘴嘴拿下来，嘴嘴。要这样子才好。妈妈把嘴嘴拿下来。这样子好不好？妈妈。好，对，这样子3岁。你数1、2、3。好，老天自己拿。你数1、2、3。你数1、2、3是给爸爸听。对，这样子对。对，好棒啊！3岁。你数到20给爸爸听。这样子是什么？小小小小的什么？小小小小的圆圈圈。要起床了是不是？要起床。不穿衣服哦。月亮也能看到你，是月亮，很脏脏哦。拿你拿走拿走啊！按白钢进来。哎，怎么关掉了？是把它关掉了。打开。电源那个字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看到电源 power P-O-W-E 啊？这个。最上面那个。要对着它，要对着它。对着它。对。这个。有没有？那谁的？姐姐。婉婷的啦。是谁的？那个谁的？啊，你搓汤圆。啊。啊，2个啊。啊，那你搓搓看，搓给爸爸看。搓。我是讲31号，31号，对啊，我来，你若确定我来因为我来31号去，我就白天买去搓给谁吃？那你搓拿给妈妈。拿给妈妈。没关系，拿给妈妈，搓的拿给妈妈。
说好了没啊？说好了没？捏捏捏啊！啊捏捏捏呢？你捏到什么东西了？你捏出来那是什么？那是什么东西了？带着粘起来啊！哦，你那是什么？你看看那是什么？那是什么？那是什么？鹿。会不会？晚天会不会弄？爸爸一看，看什么？看，看什么？啊，那是谁捏的？捏，晚天搓的啊？我是错的，啊，那个爸爸的，好，那个爸爸的长大，两个都是婉婷的，那个爸爸的，两个都是婉婷的，爸爸的，婉婷的。玩条例玩下，对对对。好好好。那是你看的。爸在看，啊？有没有？有没有看到妈妈？有没有？我这好奇的啊，可以玩。好，好啊，再见。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看到妈妈？有没有在妈妈在录了？有没有跟妈妈打一个招呼？爱你。有没有？爱你。好了没有？妈妈的药药。妈的药药。我是张卡，真不可思议，你成功了！你是1等1的猎人。电话，电话，电话要不要打电话给舅妈？呀，跟舅妈讲话好不好？啊，你说舅妈，我是婉婷，好不好？啊，会不会讲？对，要不要讲？呀，要，那妈妈打好不好？我听到，不要乱按了。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慢慢了解宇宙间有一股力量说否都能了解，不被世上控制，就连带走我父母的死神，也不再是大武士的恶魔了。电话，妈妈电话，都搞定了。我看马腾，这会是一件大物。喂，喂，一姐姐，我是婉婷，哇哒哒，哇哒哒，哇哒哒，跳舞这个，哇哒哒哒，哒哒跳跳跳，嘿。你认为他知道我们活着？跳，哒哒跳，你怎么知道？没有跳跳跳，爸爸大笑，去跳马田，跳爸爸，我不见了安德斯就是一定很饿，去你知道吗？哒哒哒，你要来的那个时候，喵，我爸说你对于安德斯非跳常跳跳，他把你跳哒哒跳跳哒哒，我不知道那件事情，哒哒跳跳哒哒，你要来我家住，别人你要是非常高兴的。打马田。
小英迪安排，舒服。你的风好像很大哦。你没给小熊熊给他听是不是？小熊熊。不要闹。把钱打
起来。你这样他等下搞不好拿来吃了。这个不能吃啊。人家不能吃啊。知不知道？是不是啊？跟爸爸说，汤圆。妈妈呢？可是他却被阳光给击败了。妈妈教你来这样子，这样子压压，好，放进去。这个太大了，剥一半。哎呦，拿一颗小小的，好，它包起来，这样子包。捏，搓汤圆，揉一揉，搓一搓，搓什么？搓元宵。对，对，搓元宵，包红豆，包豆沙，放到水里，滚一滚。对啊，还要这样子，一个，两个，这样子呢可以摆高高的。哎，这个变成什么？几重呢？这样1、2、3、4，1、2。好，这个有没有？哎，你给爸爸看这是什么？爸爸你看。它是什么？1、2、3、4。几重的啊？对啊。看，这可以变好多好多花样。东西，你要包起来，等下你又不能那个啊。嗯。要给它恢复啊。对啊，知道。你不要包可以吃的啦。那里我去过1000遍了。它就自己会混错丢了。垃圾桶，这个刚刚掉地上。我顺着主流下。他以后会把这个东西包一包拿来吃，不要教他。你觉得怎么样？哎，没有弄好，再弄好。好，弄给爸爸看。1、2、3、4。来，妈妈看。好，哎，好，举给爸爸看。拿你手中，好，很好。好，你跟爸爸说1、2、3、4、5、6、7、8。这样。有没有？有没有？讽刺的是，有哈。我们的救命恩人，竟然就是传说中的凶神恶煞。他们不辞辛劳的带我们回家了。灯，好的，一起拿。赞。对呀。我们压一压。压一压，揉一揉，搓一搓，滚一滚。我们去拿那个来。包什么？包汤圆，包元宵。搓什么？搓汤圆，搓元宵。包什么？包红豆，包豆沙。来，妈妈教你。看啊，口泡这样印在上面了。压，你看啊，咦，有没有？
一个圆形的 cos， 对不对？对啊。捏，好，后面去，压，捶一捶，这样子，这样子，对，捶一捶。好，你看看有没有一个圆圆的圆圈圈？哎，对不对？对哈，反正好厉害哦，反正也会搓，对不对？对，一楼搓什么？反正你这样比给爸爸看，哎，反正这样子，反正搓一搓，反正这样子啊，老师们，哇，好几个啊！2个、3个、4个、5个、这么多个，好多个，对不对？对，哈，你这样子搓一搓，揉一揉，搓什么？搓汤圆，搓元宵，包什么？包红豆。中华电视公司包豆沙。新荷塘筹办的港都之爱慈善义演晚会，3月25号星期一晚上，中学教师组、小学教师组、大学院校学生组、专科学校学生组，详情请下02-311-9125。你看。有。被水这样烫到，你看，那个姐姐，你看脸上这样痛痛的，有没有？妈妈说烫烫的不能摸，你就要摸，烫烫的不能摸，知不知道？你看，那个哥哥，你看，被水烫到，你看，热的，好可怜。好大一个球球啊！来，妈妈丢，你捡起来啊！1、2、3，有没有这样子？哎！1、2、3，丢，来丢过来这里。请收看《梦不是，之金石》。对妈妈这里。1、2、3，哎。1、2、3，嘿，妈妈捡到了，好，再来开好听。1、2，哎，哇，好大啊！在人遇到挫折的时候，往往灰心失望；遇到难题时，常常驻足不前，害怕尝试。一样的球球啊，是不是？这个是小的球球，那是大的绿色球球，那个是玫瑰色的球球。好，来，一致反对，认为钱袋的重点没有这种。拿起来啊，藏在哪里？就派人请教孟子该怎么办。看到了，在后面。这件事在于哎，爸爸看到了，在后面。是5个月之间，滕文公都待在地里，居家剪刀石头。没有发布。不，剪刀。
曾经责备冉求画哎，因为他没有扁扁的，谁弄扁扁的？就决定了本身的本肯定弄扁扁的。这就好比未曾播种灌溉的农夫，竟然盼望丰收一样。哎呦！还有一点值得我们作为参考的就是，来啊，当大剪起来，来家不赞成同一的时候，好，这样子。好，来，剪刀石头，你们这样子试试。剪刀石头。会受到别人怀疑。哎，不啊！实际行不啊！啊不啊！行动才能够真正的实现啊不啊！心悦诚服。信心是成功的开始，行动是成功哎呦！只有肯定哎呦！努力不懈，遇到选择困难的事，也就能够迎刃而解。剪口水都流出来了。下次再见。哎呦，都是口水。来。剪刀石头布，这样子。至少1人死亡，30多人受伤。中华科护照成了抢手货。台北市松江路一栋大楼，今天有4架提设同时遭窃，小偷从底层太平梯室外填之后，中小型女偷窃护照，还有4人护照遭窃。至于其他窃内容，请看速大众的花式晚间新闻。哎呀！稍后请收看《家家福》。哎。真滑稽，炸鸡的滋味真滑稽。你怎么会这么滑稽呢？是啊。剪刀石。请收看《家家福》。哎呀！快来！哎！好了，休息一下，休息一下。退后，婉婷，车车要退后。是不是？好，车车退后。退后。
前进前进，往前前进。秀秀，你最手套的跟秀秀，快点。熊熊痛痛哎，哎呦，好痛啊！怎么办？小心啊，慢慢来。你做什么？他也给熊熊做。那给熊熊做啊，是不是？熊熊跟给熊熊跟小白兔做啊，是不是？好。晚天不能做。晚天不能做，怎么办？啊？晚天不要做，那你帮熊熊推好了，好不好？帮他们推。可以。这样会跌倒。那你帮熊熊他们推就好了。慢点。那什么东西？不应该算认识吧？只有一次面。晚天再去排。我在看小灯。啊？喵喵。我只是想找他们帮忙。要。早上和我女儿在一起，晚上和我女儿在一起，收人家的钱。小年纪就想长大点的。你不是要聊吗？快点。第一份是修考卷，2个送过来。你长高高再关了，你现在还没有长高高，很快。要什么？我先去对积木赶快。不能看作100分。你在睡觉觉了是不是？去洗澡澡好不好？洗澡澡。你看你头臭臭的，你给爸爸闻闻看，看有没有臭臭的。好臭啊！你去洗澡澡好不好？好，哇，好乖呀！我要洗澡澡了。头发丢在睡场。你讲一下为什么要老是这样编着嘞？会座谈，希望日商附件公司能够说明6000万日元汇款流向，但是附件公司已经拒绝出席议会。虽然捷运局继续电传电文到日本，要求附件公司明天务必出席，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接到任何回应。市议员对日方拒绝出席的态度相当不满，市长王大中则表示不愿意放桌上，它是按照议会所排定的议程来进行。这案我们已经正式交给这个司法单位做一个深入的一个侦查，所以在这个阶段，我想我比较做的一个相对的一个评语。而针对日商附件公司6000万日元的汇款议案，调查局专案小组明天上午将到台北市政府展开第一波的搜证行动。既然市政府人二处已经提供了有关工程承包和国内合作公司的资料，但是调查局专案小组认为有必要进一步追查国内牵涉的顾问工程公司。专案小组希望捷运局主动配合，并且提供承包捷运工程的国内顾问公司的资料。有纵火、自杀倾向或是拍摄色情行业影响邻居安宁的人，要当心被邻居赶出社区了。为了提升居住环境的品质，全国监管会议今天决议，凡是影响公寓大厦安全或是安宁的人，邻居有权利强迫他搬家。由于国内都市人口不断增加，高层化和集体化的公寓大厦越来越普遍。为了维护这种新形态住家环境的安全，全国监管会议与会人士达成共识。你再唱一次给爸爸听。
赶紧再唱一次哆来咪给爸爸听，好不好？做什么？爸爸不要弹琴。那你关起来，好不好？好。爸爸关起来了。好。水水怎么掉了？好多两个人两个。一个一个，再把它一个，走了一个，下来两个，掉了两个，掉了爸爸了。怎样？吹。三角形呢？三角形。爸，不，摔下来，快来，两张，过来。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折飞机啊？是不是？你会不会折？你怎么了？掉下去了。那你在折什么？飞机啊！你先画圆圈圈。先画东西，画圆圈，等下再撕。对，你先画圆圈圈给爸爸看。爸爸看。对，画眼睛、鼻子、头。头。太近了，眼睛太近了，太近了啦，婉婷。这样看眼睛会坏掉。眼睛坏掉。对。看。好，这样可以，好，这样子就好了啊。哎，这样子不行。画，有没有画好了圆圈圈？有，这边。啊，三角形呢？画的好棒啊！三角形呢？这边。那是什么？圆圈。爸爸。啊。爸爸被夹的。啊。爸爸被夹的。爸爸。啊。爸爸。好。不是。就请爸爸吃好。来，再吃一口看看好了。爸爸倒下。什么事？你看你爬得那么高。把它倒下。啊，你再给爸爸吃好不好？爸爸倒下。那你要不要吃苹果？这个。哦，婉婷在外面在下雨，是不是？有没有下好大的雨？滴滴答答，有没有听到？有没有？有没有听到滴滴答答，滴滴答答？你跳舞给爸爸看好不好？你跳妹妹背着，好不好？好不好？跳妹妹背着给爸爸看好不好？
么？爸爸等一下，爸爸是。婉婷叫什么名字？婉婷叫什么名字？婉婷，爸爸叫什么名字？婉婷啦。有个没有重加，所以他们在上面。没有啊。一样。还是有。来，婉婷，我们出来，婉婷。有没有？有没有在妈妈那边？妈妈，婉婷，你看看那个，你看妈妈那边，有没有？婉婷啦，你看，你看，哎，婉婷啦。爸
前好了，对，往前往前。上去，好，转。推过来啊，你。转过来。好，推进去，推前面去，推前面去。对，往前推。
的给爸爸看看。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好不好？咻这样好不好？我不要跟你做啊！不要跟你做朋友了，大家都不喜欢我。真的啊，太奇怪了。不行啊。阿姨保护你。
么放桌上呢？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啊？